Hello， 各位好嗎？我係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 HCBS 最終規則嘅第2項要求，選擇環境。呢個要求訂明你有權選擇住喺邊個地方。你可以選擇同有傷殘又或者冇傷殘嘅人一齊住，甚至自己住都得，由你選擇。不如就等我哋睇下喺 Lorenzo 搬去 Sunny Oaks 之前，一個班祖琴，一個倒數緊嘅鐘，同一對孖女點樣幫佢揾到完美嘅屋企。祝你好運啊 ，Lorenzo！ 多謝 Venus。Naomi 準備好未？我準備好啦。BB 啊，你肯定唔想同你父母一齊住？ Naomi， 我成世人最肯定嘅就係呢個決定啊。雖然我愛我阿媽，但係佢一啲都唔客氣咯。唔係啊嘛，佢真係有咁差咩？你哋唔使理我噶。你都講得啱。我真係好想自己一個住嘅。我嘅服務協調員 Danny 俾咗堆選擇我，叫我慢慢睇。即係咁啊 ，BB， 你真係想自己一個人住？我係一隻獨行嘅狼嚟啊！嗷！哇！喺間屋講嘢會有回音㗎。哦，個電話喺架車度，我應承咗你阿媽影相俾佢睇嘅。好闊落，闊落，闊落，寂寞，寂寞。Naomi，點啊，獨行狼，你挨咗35秒，長過我預期喎。真係好好笑啊！好啦，自己一個住唔啱我啊，一於去下一間屋啦。有好多音樂人噶，去見下你隊新樂隊啦。嚟啦，開始啦！喂，咪住先啊！你都玩音樂 ，jam 下歌啦！睇嚟佢 jam 得太過火。Venus？ 哦，唔係啊，我係 Venus 嘅孖生姊妹，我係 Nova。係邪惡嘅版本？或者啦。佢哋係 Maya、Stephen 同埋 Dexter。好歡迎你啊，老友！我諗我哋應該帶佢睇下間屋先啊，係咪？我可以接受。喺呢度啦，呢間會係你間房，你都見啦，呢度最基本嘅嘢都有齊晒，而且你想點裝飾，我哋都可以幫你手㗎。點睇啊 ，BB？唔知可唔可以咁樣整呢？哦，梗係可以啦。係咁 ，BB 覺得點啊？同你一樣，呢度冇得彈啊！我好啲咯。最後 Lorenzo 決定住喺 Sunny Oaks， 大家都有權選擇佢哋想住喺邊，同埋點樣裝飾間房。記住啊，你所屬嘅規劃團隊服務嘅宗旨係以人為本，而所指嘅嗰個人就係你。